大家好，我係文仲星，我嘅作品名係港味情懷好味菠蘿油。作品以寫意手法描繪香港地道美食菠蘿油，中間厚切牛油微溶的質感與金黃酥皮相映成趣，背景環繞着紅橙色彩繪製的笑臉圖案，並配上勁度十足的好味書法，流露出溫暖而活潑的氣息。藝術媒介使用了水墨與彩繪，採用水墨線條勾勒輪廓，結合色彩渲染，呈現食物鬆脆的質感。作品展現了正向、價值觀、認同感同埋樂觀，透過歌頌本地飲食文化，表達對家國情懷的認同與自信。滿布的笑臉則傳遞出面對生活時應有的積極樂觀態度，體現了對平凡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感恩。多謝。